變相做大咗呢個拆裝嘅市場。嗱，琴日我哋報道過啦，中山民眾鎮有個男人咧搶公交之後周圍咁撞，最尾咧被警方係開槍制服咗嘅。咁但係原來件事咧就並非咁簡單嘅，呢個冼某亦都唔係第一次犯事嘅啦。老友記今日再次嚟到事發現場，被撞嘅車已經全部被拖走，路面亦都見唔到有汽車碎片。沿路嘅商鋪話，尋日晏晝事發嗰陣，佢哋掛住開鋪，只係見到好多警車停喺路邊。部被搶嘅209公交車係從人民醫院開出，終點站係位於民眾鎮嘅大進客運站。老友記從209嘅司機嗰度了解到，被搶車嘅司機姓温，尋日好似平時咁樣去終點站前嘅多寶加油站為公交車加油，但係當佢落車俾錢嗰陣，冼某突然間做出一個驚人嘅舉動。司機下去加油交錢，他就自己把車打着火，其他的乘客看他不是司機就跳下車去了，他就一個人開着車就跑了，神情有一點跟常人不太一樣的。從加油站出嚟之後，冼某就開住公交車掉咗個頭，一路向始發站人民醫院開過去。我依家就喺中山嘅111省道上邊。咁喺琴日啦，當呢個冼某揸住公交車係向中山港大橋方向逃退嘅時候呢，警察係喺中山港大橋上邊用警車設置咗路障。咁當呢個冼某想衝撞警車嘅時候，就俾民警係開槍制服咗。據了解呢，今次已經唔係冼某第一次犯事㗎啦。喺今年7月份嘅時候呢，佢就曾經2次頭戴假髮喺中山嘅石岐區嗰度兇襲婦女。喺7月17號傍晚，冼某戴住假髮同頭盔，開電動車喺中山石岐兇襲一名女性之後逃跑，後嚟俾警察抓獲。根據冼某交代，佢7月16號亦都係開電單車喺中山青梯路上面兇襲另外一名女性。而早喺5月份，佢亦都因為猥褻他人被行政拘留10日，可謂係劣跡斑斑。中山警方介紹，每次作案之前，冼某都會戴假髮，選擇喺傍晚天色昏暗嘅時候出嚟作案。喺警察抓捕佢嘅時候，仲嚟咗場貓捉老鼠添。他就棄車逃跑，跑進了一家民居中，然後我們在民居中進行對他圍捕，最後將其抓獲。雖然冼某尋日被警察擊傷，但係送院救治之後並冇生命危險。鑑於冼某搶公交車嗰時精神唔太正常，會唔會係吸食毒品之後作案？目前警方仍然喺調查當中。真係唔知係癲呢定係又吸毒啦。但係呢個冼某癲得嚟呢，仲要曉揸公交車喎，你知 A 牌好難考㗎啦。嗱，今日呢，老友記去到中山呢，行咗一大轉，亦都揾唔到有相關嘅人啦、有部門啦出嚟回應。嗱，呢個係公共安全嘅事件，希望相關嘅部門可以盡快回應啦。我哋都好想知道發生咗咩事，同埋點樣去防範。譬如我留意到一個細節啦，係嘛，即係公交車司機去加油俾錢嗰陣呢，佢淨係熄火而冇掹匙㗎啦。呢樣嘢係咪以後都要避免嘅呢？只要司機離開部車，為咗安全，掹匙唔該你啦，同時打開前後門，以防不測。央行咧，琴晚就宣布啦，從今日起就降息啦。咁1年期嘅貸款利率咧，係6年以嚟最大嘅降幅。咁一聽到咁嘅消息咧，好多老友即時就諗到樓市啦。咁究竟今次降息對於供緊樓嘅老友又有幾多優惠呢？又會吸引到幾多老友去買樓呢？老友記同你講下。今日上晝10點鐘，老友記嚟到位於廣州沙太南路嘅呢個樓盤，發現已經有唔少老友過嚟睇樓啦。對於尋晚央行宣布降息，啲老友話貸款買房嘅壓力有所減輕。有一點吧，這個降息了，對買房這個支出就少一點了嘛。老友記計咗下，假設我哋同銀行貸100萬，月供20年，如果按照基準利率計算，降息之後，我哋每個月嘅月供可以俾少234蚊。如果利率不變，20年一共可以慳翻4萬蚊嘅利息。所以話今次降息對樓市嚟講係一種直接嘅順貸刺激。我因為要反彈啦，個人判斷，僅供參考。所以其實這是個買樓的一個時候。不過都有老友話唔會因為今次央行降息就急於入市。利息雖然是降了，我們可能付的利息是好的，但是樓房是不是又漲了呢？很多的像我這樣的一個感覺的，他們很多都不是不想買，而是他會感覺到以後他也不會是升得非常厲害，也不會跌得非常厲害，就是慢慢走向一種很健康、很理性那種價位。
廣州市國土局最新發布嘅10月份樓市報告顯示，廣州全市網簽均價係14,000幾一方，比上個月微降近4個百分點，但係網簽面積就大幅上升4成。咁房企會唔會借助呢一次降息利好順勢升價呢？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，目前開發商嘅去庫存壓力依然好大，好似南沙、黃埔、番禺等區域嘅去貨週期都喺20個月以上，可以話短期之內開發商唔會大規模漲價。短期內呢，首先應該是價格止跌，然後的話呢，可能有局部區域或者說個別的樓盤，它會開始醞釀那個漲價啊。但是大規模的那種漲價的話呢，可能還要等到這個成交量那個上升的趨勢呢，維持幾個月之後呢，那個開發商可能才會真正有信心去漲價嗱，高深嘅經濟學咧，我唔曉講，但係我今日睇報道就話咧，降息之後供樓嘅老友咧，當佢向銀行貸款100萬咁計啊，係嘛，一個月咧就可以少還200幾蚊，按照貸款30年計咧，就可以還少，即係慳咗9萬啊，慳咗成部車出嚟啊！不過都係嗰句啦，係嘛，數係咁計，買唔買樓都係要計個度個啱自己啦，先好去做。好啦，去段今日之最翻嚟繼續做新聞。今日最留神，廣州計劃出台規定，唔進行垃圾分類嘅，或者冇按照規定時間地點投放